这几只就是担起救援、找找生还者任务的搜救犬，其中2只也阁是国际认证，嘛是第参与过花莲地动救灾。目前全台湾只有6只，台南就占了2只。不管是听出各种的指令，走水平楼梯、行会震动的平台，对训练有素的搜救犬来讲，拢是一口气完成。不过就专业来看，现况的场地甲专职的人力需求也是有落差。困难是我们人的问题吧，因为我们有4个临检员，我们这边的标准的配置是15个，15个，那15个再扣掉4个的话，我们一般勤务是没办法去做到调配的，所以他们是比较辛苦一点。就除了一般勤务以外，还要到养狗的动作。那至于说你要做到专责什么，这举的政策问题，我是没办法跟你考量到，因为包括人力问题，我们是没办法去做到。这个问题可能要问上面。地处议长郭信良接受တင်前，上午前来关心，除了要求在社区另外找现地空间来评估换场地，嘛希望调向专职的人力，或者搜救犬得到上好的照顾甲训练。嘛避免队员要出勤，该利用家己下班时间来训练。不过沟通过程，局长讲过去换人的发言，却引发议长不满，气氛一度危叫。毛议员跳出来等言。现在消防队员很多人都要来养搜救犬，如果你们4位不想干，明天我就换人，一大堆人要做了，同样的勤务了。这4个换掉，这4只狗我就隔去啊啦。没了。这教练训练狗啊，这你是捌啥？教练训练狗啊，我使一目睭叫伊坐，伊就坐啊，中啊啦，伊就随知影。我知影，这我知。了，这4只狗就隔去。你这个够有专业知识的，你这叫局长，你够有专业知识的。含这个也唔知影，你是咧捌啥？我什么唔知？我知啊。啊，你知影了？你讲4个要换掉？啊，因为敢若一个值班尔，伊就我做领导者，我袂使占伊。啊，你值班了，内底人甲你讲，互因2个人做专职的训练员，安尼个唔对？这样不对吗？可以研究。对啊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你咧手机啥？我找因来沟通过呢。你是咧手机啥啦？你是咧手机啥啦？哈啦。这非常稀有啦。啊，互专责人员有排时间，互算互专责啦。伊毋免都参加什么消防队的勤务啦。安尼这狗啊，唔够路用，对不对？国际认证的台湾的搜救犬很少，那台南市就占了2只，所有6都里面，我们台南市占的最多。那整个的环境呢，我希望能够倒是看起来呢是比较训练的场所呢，希望我们的财税局呢。提供一个适当的让这个搜救犬能够训练的场所。那消防局长也答应说，今年这一批人进来的话，那我们的训练员能够专责的专心来训练这个搜救犬。因为2只搜救犬明年就要退役了届龄，那新的呢搜救犬要递补上来，那所有的训练员呢非常的辛苦。那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种优良的传统。台南市的搜救犬的数量不变，但是成果成效一定要比其他县市好。那么预防万一永久保安。议长甲这议员出面，就希望让代志圆满解决。所以如何调整勤务，或者是加法津贴来变通，甚至调向专职，拢希望创造多赢局面。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